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特别是我要知道一下年轻的朋友哈，我们的青少气他们坐在哪里？当然有一些亲戚的朋友在这边，少气呢？少气在哪里？挥挥手吧。我们的那个镜头照不到哈，咱镜头翕不到那边哈。活动中心有人吗？有是，活动中心有人哈，所以咱楼顶有。我们士林长老教会，咱感谢上帝，每一礼拜早起9点有一场第一堂礼拜。我想调整一下，我们以后不要叫做华语礼拜，我们是第一堂礼拜。10点半是第二堂礼拜。你会发现我在第一堂的时候，当时我买讲国语吼，像有今麦恁所听到这款的国语。第二场吼，我讲道的时候，事实上我常常也会讲华语，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有所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或者说是因为我们参与主题信息的关系，所以会有9点跟10点半。但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每一年会有一次会员合会，这是全世界教会、长老教会真特别的所在。长老教会很特别，会有这个会员合会哈。为什么有会员合会呢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目前在台湾，我们士林教会是1226间中间的一间，1200多间啊，也就是说，你在台湾的各乡镇都可以看到长老教会。在12年前，有一个成大毕业的同学，建筑系，跟他同学10几年前想要骑脚踏车从南走，成大在台南，成功大学，骑铁马成功台湾坐一日，坐回来台北囡仔。就他就问他妈妈说：若去到一个屏东山区吼，迄度歹找朋友大，要安怎？他妈妈说：我有个朋友吼。叫做陈宗慈，听讲因是基督徒吼，因是牧师，唔係遐有教會無？結果他就問師母，師母就問我，我就回屏東吼，就屏東三地門也好啦，然後去到台東太麻里，幾個原住民教會的牧師的點位。2個禮拜後，這個年輕人呢，後來他讀台大城鄉所，那後來去京都大學去讀書，伊講那長老教會。加的牧師吼，跟我想象的不同，以為都是講台語，可是他去到原住民部落都講什麼？講什麼？不是華語啦，你聽不會啦，嘿啦，跟我們 V 姐一樣，跟 V 姐講的同款。重點是啊呢，要阿嬷替背徛到遐，然後就說我是那個時候我是在台北那個義光教會許牧師介紹我來，講我拍攝迄個人我嘛無熟悉，徛替背青年我無熟悉。那个教会的牧师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把电话支持给他。那单就因为长老教会，所以人就会大。第二天再给我准备扎等，要出发的时候还为他们祝福祷告。这个年轻人后来他绕了一圈回来以后，跟他妈妈说：那我这款教会啊，呢已经给归盖，有几次就是没有同学的地方，没有民宿的地方，他就住在我们的咱长老教会的几个牧者的宿舍也好啦，灵修会馆也好。我食早顿，人我较祝福祈祷，所以尾伊去京都大学读博士班的时阵，在台湾无水咧，竟然踮咧京都迄边的日本人教会水咧，所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共1200多间教会，照咱的法规，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总会，有一个北部大会，有台北总会，有一个士林教会，全台湾叫做总会。那我们北部马街开拓的。马街开拓的这个范围叫做北部大会，简单讲吼，咱台北中会是大台北地区的一半，是台北总会，总共有99间教会，士林教会是中间的一间，石牌教会，是讲艋舺教会，大洲埕教会，等等这拢是剑潭、碧林，等等这拢是台北中会99间中间的一间，咱士林教会是这中间的一个，所以有当时咱会参与伫总会中会的事工安怎参与？统计，咱长老教会是由下而上的所以应该按你看啦。不是讲总会的顶头，翻头应该是总会的下骹。统计咱教会有当时咱的台北中会有事务所，台北中会有一寡事工，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日光少年营，有时候主日学的联合夏令营，有时候的一些培训，中会的主办，有当时总会嘛的主办家，同样竟是。正边才有一寡机构有办公室，
所以咱台湾地区长老教会，主要咱咧讲1200多间教会以外，1200多间教会以外，我们还听过像淡江中学、像真理大学、像马偕医院、像彰化基督教医院、像新楼医院、像高雄宣教中心等等，我们总共有47个董事会，就是这些机构在做宣教的事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把教会的事工宣教，把它单独化或把它一致化，想要就像这样才是。多解这款才是啊，不过历史顶头让咱看到上帝宣教足多元的，非常的多元。上帝的宣教非常多元。啊，咱咧讲的，咱长老教会遐尼侪机构，遐尼侪当初安怎产生，其实拢是对咱教会、对中会推荐来。这嘛是我个人感觉讲，咱虽然教会的过去有真好的历史，像讲咱淡江中学，咱参与真多，也是讲神学院，也是讲伫咧一寡这款的宣教机构的服侍。我个人感觉，咱应该有更较侪人关心参与伫这款中会区域性，还是总会机构的宣教的中间。啊，咱都爱当推荐适当优秀的兄弟姊妹伫咧这个内面，这嘛是咱过来头前的继续行。那安尼时阵，这就是为什么咱今仔日开会员互会啊？在台湾基督教会，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跟其他教派不太一样。你会在其他的教派，你看不到说什么要开会员大会，不是大会，是会员和会，是和平的和。那会员和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哥林多前书14章第40节，预备来，凡事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，还书来。年轻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哈！年轻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，我们在说到规矩，照着规矩，照着次序。可是你看看台语怎么说？是照着规矩，然后怎么样？文雅。什么叫文雅？什么叫文雅？你看一个人咧行路，你会讲伊真安怎？看到一个女士，你看到你感觉伊真文雅。文雅的意思是啥？是伊所表现出来一个内在气质。是一种气质，那个气质不是你突然看到他的前面一定按部就班。他今天衣服那个，你看日本的姑娘穿的和服哈，有没有？年轻朋友看过吗？你如果去京都去生活体验，有没有花2万块日币，然后去跟人家试看看穿那个和服，总共几元？有人穿过不？你们去京都都没有去体验啊？要按部就班，一件一件的穿，你才会发现，才可以看出，再当跨出穿和服，那个姊妹，哇，遐尼啊文雅，遐尼啊文雅，这不是刚才一个人的穿插是安尼，你都算讲是真素洁，穿很挺的运动衫，但是人家看到你在讲话，看到你跟人到底的一个活动，看到你的表达，人讲这个人真文雅。那这个很文雅的人，他就不是在靠着他的衣裳了。一口是什么？是伊内面细命的元素造出来，生命的元素跑出来了。人家发现他的礼貌，发现他的尊重，发现伊会晓甲人会交陪。这个是咱注意看哦。哥林多前书14章43节，甲咱讲规矩甲文雅，规矩跟文雅，规矩跟次序，次序就按部就班。台语甲讲叫做文雅。那安尼时阵，咱的和会就唔是咧讲哇，听什么报告，听什么话，人家有真要紧的代志。互咱无论是伫异乡的领袖，聚会的形式，第一场、第二场聚会形式无同，文书的发挥，咱角色的同工，也是包括咱长老教会同特别要求的财务的公开透明的部分，这咱拢会当真文雅、真有特殊、真照规矩来行。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一个法规，内面有行政法讲，会员就是咱有信用的能力，搁伫行政顶头会当参与，所以咱称做陪参会员，甲未陪参的会员。税率给咱有小离税率，基本上就是未陪参的会员。好，还没有洗礼，还没坚信你的年轻朋友，不一定年轻朋友哈，有人到50岁我还没有坚信你哈。就是还没有坚信你的，就是未陪参的会员。那已经税率更新类，就是陪参的会员，就是咱会员大会在讲的哈。有的咧，那一年无来参加主日礼拜哦，
主日礼拜其他聚会不算，主日礼拜我们就是还是会员，只是说他的会籍在我们这边，但是人因为可能出国当兵或出差或特别的事情，一年两年无咧咱家做礼拜，而且嘛是咱的会员爱关心，但是咱叫做不在的会员，即在但是人不在。有很多次在其他教会受洗的，每一次圣餐记得我吗？怎么说？逐摆圣餐的时候，我都会讲欢迎所有已经洗礼兄弟姊妹最近来领受这个圣餐，不管你哋多一个教会，多一个教派，因为圣餐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但是如果若要讲做会员，我们就会把那个会籍迁入啊，所以这有一个啊，叫咱的行政法有一个听书啊，在小会中间来接纳，还是做信用告别，这是咱哋讲的会员互会哈。赶快，我倒转来，咱今天所读的圣经哦，预备来。你在许多大意来，你的罪罪，才会使着交托忠信的人，将来堪地教示别人。咱请30岁以下，我们请30岁以下的来念台语哦。30岁以下的哦，来预备来，你的最大声一点，预备来，你的最干净的人的面前所对我听去，才会使着交托忠信的人，将来堪得教示别人的。你看到这段经文，它总共出现几个人？总共出现几个人？有几个人？一个也是两个也是三个，还是四个？第一个是什么人？讲话的人是什么人？我，讲话我是第一个人，然后第二个人是谁？你，就是听的话。第三个人是谁？做干净的人。第四个呢？看一看这段经文在讲，保罗跟提摩太讲你要去教导人，你都要带人，你带的人他有能力再来带人，所以总共招出来4个人。在咱会员互会中间同重要意义，不是进驻班的意，不是照法规行给就煞，不是讲法规规定咱一年要开一摆定期会员互会，所以咱今仔日来做这事工报告，不是。同样更是就在会员和会的中间，我们联合礼拜，我们让这些年轻的朋友，所谓的年轻，这包括他的年纪可能比较，那另外也可能是加入我们士林长老教会、咖喱咱属灵教会兄弟姊妹比较之前的，他可能在其他教会已经参与很多，但是在咱的属灵教会拄来，或者会当三甲在咱的属灵长老教会里面羡慕善功。提摩太前书3章告诉我们，有没有？欣赏这个好的工。互最兄弟姊妹看到咱的服侍，欣赏要做阵来服侍，无什么代志比服侍更加互我会当得到满足甲快乐，无什么款的代志比服侍会互我的生命意义甲价值更加明确。如果咱伫个规个教会的事工，特别是会员互会的规个过程中间，互遮的青年人，互遮的新主浅的兄弟姊妹羡慕善功啊！我甲你讲。天顶的天父上帝吼，会欢喜笑到腹肚疼。伊会看讲咱安尼吼，遮尔啊，就是因为咱的活动，结果激励更较侪兄弟姊妹，我嘛要来。亲像讲我要来啥？2014年已经结束啊，对无吼？咱吼拢会做周报合订本。如果你的厝的，你家己有收集周报，你家摕来，咱家己做订订。毋过教会遮嘛有52礼拜周报，咱逐礼拜拢有收集。你若吼后礼拜。固定年前，你时间会当，你来办公室斗3天，咱硬忙固定年就把这项代志创起来。咱弄周报，咱拢有逐礼拜留20分，但是咱来小可整理一下，然后送互印班店，伊会甲咱夹起来，讲做教会资料。类似这款的，欣赏好的工，3甲来参与，这毋是要搞到一年一摆11个感恩节、事工博览会，再来讲咱需要啥无？咱今年一开始就要有什么款的需要？大家最近来欣赏、来参与，这款的参与
这样的一个参与，会成为一个好的典范。教会需要的，所以拄我这个经文的讲是安怎？保罗甲提摩太讲，你爱带一个人，迄个人会当诚做模范的，因为伊才会当去带人嘛，对不？如果上帝若互咱踮伫树林教会10年、20年、8年，咱会当带出来一个，还是2个，亲像提摩太，还是讲亲像提摩太所带迄款会当带人的人，我跟你讲，够了，那真的够了。如果能够带出1个、2个、3个这样的人的话，那我们这一生的服事就会所发生的果效会不得了，因为你所带出来的人，伊会继续带人，继续影响人。这是咱咧讲的，行善好的工，诚做模范，羡慕三公，成为典范，这个才是我们在说的会员和会最重要的意义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什么叫秩序？什么叫做规矩？什么叫做文雅？当咱讲到特殊的时阵，咱会想到这，对不？这是啥？先把讲台灯关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啥？年轻朋友，你看到吗？这是什么？你看到这个会想到规矩吗？看到这个会想到很有次序吗？看到这个会觉得很文雅吗？当咱若讲到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告诉我们，凡事要规规矩矩，照着次序行，我们会想到好像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中间的一种。你的生活中间啊，每项会当照规矩来行，照次序。规矩是什么？规矩是方圆嘛。现在听讲是啊，你晓，对不对？应该方的地方要方，应该圆的地方要圆，这个叫规矩，是不是？年轻，我们在学校教的是这样哈。好，那应该你也收在咱那叫你来，应该细改的收在叫细改啊。什么叫次序？次序叫做先后，次序叫做先后。所以跟这个规矩的方言，它是另外一个情境的提醒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中间，我们有很多应该要遵守的规矩。然后另外一方面，生命有今天跟明天，有现在跟昨天。我现在照着昨天的誓约来走，虽然软弱不行，但是我知道上帝会帮助我，在次序上面会展现出文雅。所以咱的兄弟姊妹婚姻生活会当互你发现这款的，因前啊有西约嘅，一世人要三个斗阵，迄个西约拢安怎讲？等你老的时阵，老壳壳啊面皮已经裂起来哈，我仍然爱你。对不对？讲个比较实在的，就是说，你面对着你的配偶，已经老个那个胸部都垂下来了，仍然是我所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抓给，这个叫做在时间的次序上面很文雅的展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这个叫做婚姻，这个叫做照规矩、照次序，不要以为是这样而已哦。我们的规矩跟次序有另外一种活泼的展现，因为哪种安呢？什么人要叫规矩，要叫次序，看看看四四方方。好，我们要现在插播一个另外一种照规矩、照次序来的一种宣教的活动，来。这是咱教会社区事工部的社区街舞班，好来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还以为我不用出来了。对，那就是刚刚牧师有先感谢上帝，就是让士林教会能够开设这样子的街舞班。
那刚牧师也分享到，就是我们宣教方式应该有很多的形式。那我们在敬拜上帝也应该是很多元的才对。我们可以用祷告、用读经来敬拜上帝，我们也可以用音乐、用歌声来赞美上帝。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如果对街舞有兴趣，或者想了解街舞是什么，或者甚至想减肥的弟兄姐妹朋友，都可以来参加这样的街舞班。让我们一起用舞蹈来敬拜赞美上帝，让我们用舞蹈来连接彼此。那我们也期许让它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工具。我们不只是连接我们教会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可以邀请我们有可能学校的同学，我们在公司的同事，或者是我们的家人，那些未信主的朋友，我们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，让我们借由舞蹈，我们能够连接彼此，让我们借由舞蹈来赞美上帝。谢谢。所以会记得50年前、60年前，咱长老教会的拜堂内面拢有甚物物件？椅啊刷掉了，甚物物件？对，乒乓。50-60年前，你细汉时你会记得袂？咱长老教会足侪拢是拍乒乓，所以有一寡社区的人看人拍乒乓，跟着来打乒乓球。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间，即马几落个牧师，伫50年前、40年前，拢是拍乒乓，接触到福音，然后甚至伫咧教会参加少年团契，然后受调，诚做通到遮。咱的牧师中间几落个是即款的，50几个家族拢无信主，伊通过即款的。但是咱知经过这50年、40年、30年、20年的变化，乒乓安怎是多元选择中间的一项了，对不对？是真多元中间的一项。今仔日咱的面对这个社会，面对这个社区，面对这青少年朋友，咱咧讲的规矩、特殊、文雅、elegant 这款的水到底是啥物？就唔是干啊！咱即马看到这个这个真要紧我拄已经讲的四角甲圆叫做方圆，叫规矩。这是一个基础，敢若像咱咧讲的汤箍，一个汤木茶汤一个帮边围起来，那好像法箍围起来迄个叫汤箍。教会爱照规矩特殊来，这真要紧。通好，互咱伫内在内面的宣教的内容会当发挥出来。OK， 那安尼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你头前有无？你头前有看到信息圣经无？咱真毋茫，逐礼拜刷了后，咱的圣经信息拢摆甲遮尔整齐。咱来知咱这总务部的同工为着甲这圣经信息，你看摆甲安尼用几落暗的时间呢？有当时我11点要走，讲拜堂电迄国光的搁伫咧甲抄一本一本甲抄好。你有发现无？红的拢是伫红的遐白色的摆甲遮尔整齐逐项照特殊来。大细项代志，咱拢伫上帝面前忠心。伫细项代志顶头忠心，上帝伫大项代志顶头要交代咱。这是咱所看，所以咱即马有新版的信息，嘛有咱的新版的圣经，红色的迄就是圣经。而且这个合修本的圣经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在每一卷的前面，它那个简介会让你对这个圣经有更深的一个了解。比方说，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是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2章2节，或提摩太到底这本批信是什么款？你也发现到伊内面有真侪这方面会解释到上后边，还有一些比较难的名词，他给你做一些解释。有时候新朋友来讲你们在说中保耶稣基督中保是什么意思？中保，后边你就会当看到，伊咧讲中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咱即马小看的圣经信息。好，那安尼会完火会议题真重要，咱咧讲羡慕善功，成为典范。凡是我们照的规矩来行，都能够有次序。行善好的工，诚做水的模范。凡事照规矩、文雅来进行。咱短时间要分享到巴拿巴甲保罗。这个巴拿巴，伊是住伫地中海一个岛叫塞浦路斯。伊是真有听信的人，所以当初代教会拄开始，2000年前大家拄三甲组织的时阵，逐摆煞要爱餐，哇！迄个组织本来开始100多人还好，
买啊，一摆洗礼3000个，哇！爱餐就算留来一半，咱就不得了啊！吼，青蛙还要安怎食？所以真侪兄弟姊妹因欢喜奉献，伫迄中间，巴拿巴伊将伊的财产摕出来奉献。当然，伫迄中间，咱嘛碰过一对夫妇，因甲因的厝卖掉以后，甲财产保留一部分，再来献予上帝。人家问讲啊，有影你拢献啊嘛？伊讲有拢献啊。欺骗上帝，欺骗圣神，咱有听到使徒行传这个故事，但是咱特别看到巴拿巴是一个真有疼心。咱注意看遮吼，爱心、成全、造就、宣教、疼心、成全、造就、宣告。巴拿巴是一个有这款生命元素的人，一个真文雅的人，所以伊真有疼心，欢喜甲财产摕出来。毋那呢，伊个真成全，因为扫罗。大马色要去掠基督徒，要啊上帝更照伫伊，伊规个人才知影讲啊，原来耶稣基督我真啊迫害的是我的主，伊就真热心倒转来耶路撒冷，因为是耶路撒冷犹太公会派出去的啊，倒转来耶路撒冷要甲遮个使徒，毋是公会哦，要甲彼得、约翰因讲，哎，我已经信主啊。咱的圣经使徒行传第9章讲，无人相信，无人相信。这段圣经哦，无人相信，大家都惊啦。你都把你俩基督徒，你都在抓我们基督徒，怎么可能说你信主？你这一定是障眼法，一定是骗我们的。没有人敢介绍他跟使徒认识。但是巴拿巴呢？只有巴拿巴接待他，而且带领他去跟使徒见面，让使徒知道他怎么样在大马士革就大马色。安怎伫遐得到主耶稣，然后佫大胆踮遐宣扬耶稣基督。所以你看，巴拿巴是一个成全保罗的人。当人惊伊，当人无相信伊的时阵，巴拿巴相信伊，成全伊，要也成做一个使徒。那成全伊佫知影保罗是一个，扫罗是一个会当造就的人。有一届，当真侪踮咧安提阿。安提阿是伫咧以色列国较北边，即马咱咧讲个叙利亚，叙利亚去迄所在一个城叫安提阿，迄个所在因为人文集萃很多，各种的人拢有，犹太人以外就各种的人进来，所以基督徒嘛，各种基督徒拢有。踮咧耶路撒冷的使徒听到安尼，感觉讲，这都要派人去指导一下，派巴拿巴去，巴拿巴去了后发现教会建立啊。但是需要造就，什么人要造就？我可能不是真够讲。他千里迢迢跑到大树代数，大树伫倒位呢？伫土耳其，即卖阿西啊。你看伊按即卖安提阿往北走，往西走，毋捌行几工的路，去专工去甲保罗找来，甲扫罗找来，因为伊会当最近来教示教训许多人，所以安提阿的兄弟姊妹是互人称做基督徒的开始。咱看到巴拿巴，若有疼心，会晓成全人，佫会当造就，造就了后，伊佫欢喜宣告。使徒行传13章咧讲到因大家三甲组织禁食的时阵，圣神讲都要差派巴拿巴甲扫罗去，因就安尼第一摆传道旅行出发。扫罗是助手，巴拿巴是队长，宣教队的队长是巴拿巴，扫罗是助手。这是第一次的海外宣教旅行。从使徒行传13章的一个差派，所以咱咧讲到巴拿巴疼心、成全、造就、宣告，伊是一个真会当伫这款的一个事工顶头来献身、来投入的，这是咱咧讲到这个巴拿巴。第二，毋那安尼哦，咱毋通讲遐尼顺利，逐项做，碰到困难、碰到挑战、碰到毋对有软弱时，有。任何的人都会发现，我们世上会有一些软弱，或是我们看一个局势啊，我真的应该要退居幕后了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3章继续下去的时候，他们来到了巴拿巴的故乡，叫做什么？巴拿巴的故乡是哪一个岛？塞浦路斯哈。来到，因为宣教旅行，巴拿巴同迫切的是，我还出边头尾会当心灵拜耶稣，当然嘛按下去。所以就带走去扫罗，就按塞浦路斯去。结果那个地方的酋长方伯酋长真期待，这个讲起来话敢若真厉害。毋过因碰到一个
叫做鱼吕马，这个就是行邪术、行法术的意思。有一个人的名叫伊鲁马，伊就是真要行法术啦。逐摆行法术，大家都信伊。啊，毋过保罗和圣神充满，就甲责备，讲你安尼毋对。这项代志，和踮伫个塞浦路斯的酋长、首长发现讲，这项真厉害，就请伊来讲起有关基督的代志。因为这件事，咱看《使徒行传》13章开始，本来是咧写巴拿巴甲扫罗、巴拿巴甲保罗，尾啊完全变做保罗甲伊的同工，保罗变做宣教队的队长啊，巴拿巴退居第二线，退居副手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以保罗为先。所以咱看到巴拿巴是一个愿意交棒。看到说这个情况到了，我应该要教，而且栽培的人可以了。他做起来显然，无论是伫报道，连那酋长拢听有。啊，我为什么巴拿巴有遐深的体会？咱拄仔讲巴拿巴是多位的人，他是犹太人，是利未族、利未支派、利未支派，然后也祖先刷来伫塞浦路斯，伊踮咧刷塞浦路斯出世。咱讲迄个居比路、古比罗。踮咧这个所在出世，真细汉，踮咧大汉，这个区长也好啊，市长也好，还是叫酋长也好，看我大汉的啊，我哪有可能甲伊传福音？我安怎甲传？伊讲你这囡仔屁，我40岁啊，佫叫我囡仔屁，哪有可能？无爱信。啊，保罗一解安尼讲，人伊就信。巴拿巴深深体会到，实在是保罗有上帝极大的恩赐伫伊的心上，伫讲解道理。伫个报道，伫培灵顶头啊，这个福音队爱交互伊啊，这个报道团爱交互伊，这个海外宣教的队伍队长一做，我嘛共款会去啊，但是队长爱换人啊。这个是教会，咱踮咧和安和会真要紧的，就是兄弟姊妹中间，什么人会当继续来接棒？这是咱一个真重要的功课。伊欢喜接棒，过来。加拉太第2章这是另外一个故事，咱今仔日无要特别讲这，但是巴拿巴伫即摆事件中间欢喜受教，家己毋对，你看卖已经做一个领袖，带过海外宣教队啊，伊家己知影毋对，伊袂去辩解，伊点，因为保罗伫踮咧安提阿遐，有一寡外邦人的基督徒，甲犹太人的基督徒，大家做阵爱餐的食饭啊。忽然间有对伫耶路撒冷来，对雅各遐来派来犹太人的基督徒，哇，很快要入来，彼得就紧刷起，彼得就赶快躲到厨房去了，因为犹太人不能跟外邦人吃饭在同一个桌子，这个已经是10几年后的事情了呢，还这么严格吗？结果看到保罗跑到厨房去，巴拿巴也跟着跑去厨房端盘子啊，我来服务大家，找借口离开那个餐会。不要跟外邦人坐在同一个餐桌上。保罗看到就当面说：“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。”巴拿巴没有回话，虚心受教。这是我们看到巴拿巴非常特别的。好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今天在我们的会员和会，我们所谓的属灵的功课，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有这款智慧的眼光，佮互咱有一个真开阔的心腹。咱才有可能来栽培，才有可能来看到同工伫咱的中间。下骹咱看到红色的这句咧讲，为所带领的同工在上帝面前祷告。到底多一个是我会当出来同工，是阮这个事工部，是阮这个团体，还是阮这个小组中间会当甲带起来的同工，求上帝互我这个人踮咧上帝面前祈祷。有一摆。巴拿巴跟保罗两个冤家，福音队的队长跟副队长吵架。为什么吵架？因为有一个要带的人叫做马可。巴拿巴说：“来了，传过来去啦。”保罗说：“不要，他上次表现不好。”两个人呢为了马可就吵架就一个福音队变成2个福音队，伫人看个叫做混乱不过上帝安尼。经过10年了，咱看到马可伫足侪宣教的事工顶头，真侪保罗足好的帮助，
所以伫提摩太后书第4章11节，保罗写批给提摩太，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特别提到，你要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在过去这几年，他在传道的事上对我有益处，对我帮助就大。显然，保罗跟马可的关系又修复了，保罗跟巴拿巴的关系也修复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关系又恢复起来。所以，这个就上帝给咱有智慧的眼光，有开阔的北长，咱来看，我要出来动工到底伫倒啊？上帝啊，我祈祷，唔当是我家己看，是你甲我陪伴。过来，咱看到巴拿巴伊欢喜顺服，忠心来服侍。唔那巴拿巴安尼，连主耶稣伊踮伫克西马尼园真艰苦的时阵，咱会记得无？伊甲伊的学生讲：来，我心极其忧闷，即要死吼！恁踮遮听候，教我做阵警醒。这个学生有跋倒无？有警醒无？上帝毋是要竞选十全十美的人，上帝是要竞选欢喜顺服、佮忠心服侍。欢喜顺服，佮忠心服侍。踮伫咱台北中会中间，我嘛咧学习这项。有当时看其他的牧师，更较看到安怎？看得怎么样？看得怎么样？啊，这个想到讲古早读册的时候，老师说叫做文人，原来不是文人相亲啊，原来牧师爱安怎？就住下面真正是足乱流的，足乱流。所以伫个教会中间，我和伟杰团队中间，我嘛要爱学习，要安怎互相来顺服。伫个这项代志顶头，那个青少牧区，伊拢会尊重跟他讨论，但是我怎么样看重他？怎么能听他的意见？中会同款百外牧师，当大家伫无同款的部会顶头时阵，这是一个挑战呢。要安怎欢喜顺服，然后成做一个忠心服侍的人？巴拿巴身躯顶，互咱看到，咱看到圣经内面有真侪这款谦卑受教的态度。摩西这么伟大的领袖，为什么会当这么伟大？连伊的哥哥，连伊的姐姐，有当时拢会甲笑。娶到伊个太太遐尼乌，因为伊个太太是半非洲人，半非洲人，所以讲娶到伊个太太啊，好啊，皮肤遐尼乌安尼。但是摩西极其谦卑，极其谦顺，这是咱看到民数记咧甲咱讲的。伫属灵的顶头，咱看到巴拿巴嘛，互咱这款的功课。所以，当咱咧讲。今仔日互会的意义的时阵，咱求主帮助咱。我的巴拿巴是甚物人？想看觅，这个巴拿巴有当时会甲咱玩家哦，分道扬镳，对不？是毋是？但是这个巴拿巴伊会疼心，伊成全我，伊互我的造就，伊甚至甲我做阵做宣告，服侍的过程。巴拿巴伫倒位？你的巴拿巴是倒一个，还是倒几个？好花伫上帝面前，搁一摆感谢领受。翻头，咱会当诚做别人的巴拿巴无？互人行善好的工，诚做模范，敢袂当？就是你要栽培的同工，你要引带，你要陪伴，造就的提摩太伫倒位？迄个人，伊会当搁去带人，是会当带人的人，那种循环下去不得了。所以，伫我成长的过程。有真侪长辈是好，我真好学习的对象，但是这中间，我有一个叫做三人组。伫咧读高中的时阵，我甲比我较大一岁，我的堂哥叫柯进宏、许正宏；比我较大2岁，我的表姐叫陈慈心、陈珠心。即马这个许正宏甲这个陈慈心30几年前，因2个结婚了，弃我而去哈。本来是三人行哈，结果甲因斗阵1、2年了，人讲讲你若搁甲因2个斗阵，我看无，迄阵我高2，原来人已经咧斗阵行啊，我搁一直甲人斗阵哈，所以我就赶快退出。这个柯进宏伫过去19年是伫倒一个教会，文林教会，文林桥过去有一个独立的教会叫文林教会。柯进宏牧师伫遐服侍10几年，甲牧师娘陈慈心，因伫旧年退休，退休的时阵哦，阮就踮咧找讲，哎呀，你走去倒吼，最近才甲阮讲，因咧遮啦，讲叫阮相片卖互出来吼。
这是伫倒位？泰国北边太保节叫美斯乐。晨曦会，什么叫晨曦会？就太阳的在早晨出来的太阳叫晨曦。在晨曦会的这个戒毒村，这晨曦会戒毒村，我们知道在30几年前开始，因为那个地方原本就是大毒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。啊，我们知道台北金三角有种很多很多的那个罂粟花，是不是哈？那个就是提炼。后来在30几年前，那边有戒毒村，用福音来戒毒。现在许胜宏夫妇他们一个大我1岁，一个大我2岁，一个是我堂哥，一个是我表姐，所以他们2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哈。原本啊，然后后来他们2个结婚了哈，有3个孩子，3个孩子有2个孩子结婚是我证婚的。那他们呢4个孩子哈，那他们呢现在在戒毒，他们诚心是我非常好的巴拿巴，是我生命中间真重的巴拿巴，一个大我1个，一个大我2个。我捌讲过，我2个庄会记得吗？2个庄安怎？2个法旋是很孤僻的，没有人要跟你料理你，不要以为你酷是人家没有，人家不理你。但是就是在那一段2年的时间，跟着他们在一起，他们的爱心，他们的成全，他们的造就，他们带领我一起在许许多多的服事宣教上面。你们看到的许成道有相当多的元素是这一对巴拿巴所形成的。当然，上帝又为我们预备很多其他的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的生命中间上帝的确有给你有巴拿巴，来想看卖巴拿巴，伊留什么款的成全造就，疼什么模范，给你看。然后咱要安怎来回应参悟？在咱属灵长老教会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，我们如果一个人在士林教会，不管你是5年、10年，你能够带出一个提摩太，我跟你保证，士林长老教会再过5年、10年会吓死人了。那样的一个翻转，因为你带的人不是跟他来信主来做礼拜，你带人栽培来带人，他会怎么样？他还会去带人，他还会去带人，是不是？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做梦了，你可以做梦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士林长老教会绝对不是2堂礼拜，我们大概4场5场哈。这个物件，2013年7月7号我就任的时候，有一天做梦就梦到了哈。礼拜6一定有1堂，礼拜6至少1堂，很可能会2堂，下晡4点到暗时7点。礼拜天至少2堂，我很期待又跑出第3堂，就是早上8点、8点、9点、10点半，至少会再跑出1堂，因为咱这个所在你对落去，差不多是2嘛。咱若是会当5场礼拜的时阵，咱才对得起上帝啦，对得起天父上帝哈。这是我的心情嘛，是会员后会，咱今仔日召开上重要的意义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等一下马上就要进入，这很重要的哈。我们再次把今天的经文再念一次，预备来，在许多你伫最干净的人的面前，所对我听去假的事，就交托忠信的人，将来堪得教示别人的人。再来这个礼拜，我们科安会员和会就不是结束喽，新的开始，分享一下，有机会在团契也好，在家里也好，分享一下巴拿巴。我信仰历程中间哪一位是巴拿巴？有几个巴拿巴？好，分享一下，一定有。很可能，我跟你讲，除了我的堂哥跟表姐，还有一个你们都记得，我常常提的，有一个巴拿巴，他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我想的孙。对，阿罗贝啊，是我另外一个巴拿巴。你说我常常喜欢他，没有，他很严格的，很严格的，非常严格的，所以我并不是很喜欢他。但是我很清楚，成为阿罗贝亚孙是我无比的荣耀，他是我的巴拿巴之一。所以。好啊，跟人分享，特别跟你的家里孙分享，跟你的孩子分享，好不好？第二个，在咱属灵教会，我会当陪伴好因朋友，就是需要福音的人，是什么人？最近坑在祈祷的中间，最近坑祈祷的中间，在教会服侍中间，求主引带我会当找到我要去栽培陪伴的同工，咱求主，互咱的会员会唔那干那咱的时间报告煞，它会延续的。
从年初到岁末，这个会员互会意义要继续向前，同心来祈祷。里面的主听堂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三较自责，毋是干那因为阮啉食欢欢喜喜，更较要紧是阮的心灵得到主你的话，得到主你的感动，亲自的引带。搁一摆，恳求圣神你会当，互阮伫你面前看到你为阮过去所备办的巴拿巴，造就阮今仔日的活命。阮嘛要欢喜，伫阮的四周主恳求，阮要陪伴，要引带，要栽培同工伫倒位。主，求你帮咱，求你为阮备办，阮愿意付代价来陪伴伊，来引带，来栽培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